今日我哋要針對學員 Harmony 嘅正手進行修正，觀察佢嘅擊球，可以發現兩個核心嘅問題。第一，過度依賴手臂發力，導致控球不穩。第二，揮拍軌跡過於水平，缺乏上旋，咁樣會令個波缺乏弧度，好容易出界或者落網。為咗解決手臂死力嘅問題，我哋先進行拋球練習。呢個練習嘅關鍵係令佢忘記手臂嘅刻意用力，專注感受身體由下而上嘅帶動。呢股由下而上嘅動能，正係製造上旋嘅基礎。跟住我哋進行半場餵波嘅練習。呢個階段嘅目的係建立完整嘅動力鏈傳導，將下半身嘅力量流暢咁轉化為拍頭嘅速度。如果你都有同 Harmony 一樣嘅問題，可以試下咁樣嘅練習方法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